请继续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透过美食甲民俗，会当互人了解到城市的面貌。亲任着100年历史的菜市仔，更加会当来感受到城市的内涵甲市民的生命力。像这个新竹的东门市场，1900年设立到今，已经有120多年的历史了。早前曾经是台湾上大场的菜市仔。 嘛是新竹的乡亲采买到生活用品的重要地点，只是随着超商卖场网络兴起来了后，100年老市嘛豆豆落水。1295年前，东门市场推出着低租金，吸引着一批少年人入来创业。从此以后，这场菜市也是发生做青年基地，嘛为老市场带来着全新的活力。 另外，伫台北板街新富町文化市场，同款嘛是日本时期来建造。2006年，公告为市定古迹来进行着修复，重新活化经营了后，新富町市场展现着多元的面貌，会当啉咖啡、看展览，嘛将做串联着历史甲文化的桥梁。 早期的店都已经没落了，就因为这些年轻人进来，把这些店家一间一间的又开起来了。为什么会改造？也是希望让人家知道说，传统市场不应该没落了。 来看看哦，挨一下不？挨一下无啊？排骨你要偌多？100块，好来。菜市仔摊话卖声音真热烈，香港馆点心画出城市内底上人情味的生活。这是1935年创立的新富含东山水鸡市场，嘛是即马台北市放假上大的菜市仔。一条长落落的街仔路，伫咧过去就亲像楚河汉界。 日治时期就存在的传统市场呢，其实相当的有特色，因为它一分为二，一边是东三水街市场，另一头则是新富市场。在193公尺的街道中呢，一共有145摊，现在两边携手起来，盼能活化整个商圈。短短一条山水街，有2个菜市仔，算无共管理单位。过去两边是竞争对手，即马同齐做伙拍拼合作。 共同替传统市仔出主意，或者变更加热烈。有做过市场的门面的改造，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家，它虽然是一个传统的杂货摊，可是它经过简单的改造了以后，它整个市场的门面就活化了起来。像对面这个也是一样，经过灯光的改造，它整个的亮面，你感觉会色系它很干净、很明亮。整个市场为什么要这样子改建？ 就在于我们就是说，我们是土生土长的小孩子，我们不希望传统市场在我们手中没落掉。自细汉在菜市仔大汉的萧明宏，父母经营鸡肉档，东山水鸡是伊囡仔时记伫的游乐场，一双目睭看透南来北往的人潮，煞目看到这渐渐啊强要失去。从小在这边长大，我从小学、中学甚至高中。 我的住都没有离开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对市场有一个浓厚的情感。我们希望传统市场不要断送在我们的手上。1960年代以前，市场是流动单落去摆的，歹管理，看起来个垃圾。1986年合法正做单集中场，不过含现代化共款差真多。 所以5年前做市场自治会会长的萧明宏，带党的头家做伙含台北市政府、甲设计团队做伙来计划打造。不要用那个白色灯，白色灯看起来就是不是那么温和、那么温馨，所以我们就是利用这样的，就是一点点小装置，灯色的改变，让就一个店面整个很活化了起来。
2017年，设计团队访问16个单位，透过家具、电火、油漆、含插图，和市场路店改头换面，天棚漆黄色的油漆，资本落伫咧路口的电线，放伫咧集线阿包内底，加上到新的看板，今日到车就亲像伫咧日本商店街。对摊商安尼，咱安尼改过，咱生意安尼有较好吼。当然有较好啊，对，互人客印象吼，互人客印象，感觉讲按这个山水这家新市场，拢有个努力啊。对啦，咱大家摊商也有较有努力咧配合啦。我以前在对面，我做50几年了。50几年了。哎，我21岁结婚到这里，来这里就开始在做了。店面整理后，生意有较好无？有哦，当然是有了。以前这个比较脏乱嘛哈，后来我们就改造了哈，改造的又干净多了，啊，生意又很好，啊，那就是觉得好手艺可以这样传承下去。哎，就是有传承下去的。女儿女婿，这个就是那个尾鱼啊，生意怎么样？好不好？还可以啦，宅配比较多啦。真妈妈卖一架这个沙西米，查某囝囝婿嘛决定转来甲妈妈斗3工，每一粒8点水饺，用菜色果子做水饺皮，内底包清甜的鱼仔肉，这是老一言和少年世代做伙想出来创意。我从小我5岁也是在这边跟着妈妈来买菜啊。其实我妈妈也是他们家的客人。80年的老市场，凊彩问拢是60年的老店，不过老滋味变作继续传，互愈侪人看会到。新府市场路口马蹄形建筑物，将特色的市场古迹，互历史和文化连个做伙。事件展览伫咧已经有86年历史的老建筑物进场。展览的所在进前是新府市场的一部分。日本时代就已经有的公有市啊，随社会变化，老胆渐渐迁出来，可能用40年，颠倒保留日本时代原来的模样。2006年正式封指定做市场古迹，为了改修复，2017年以新府町文化市场的名号定出发。那像这个就是保险箱，这保险箱是那个当时因为这个是一个公有市场，其实我们现在也还没有打开它，因为它已经坏掉，我们最近要把它开起来。就是当时就是可能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档案资料，然后它都会收在这边。对外开放了后，内底除了展览过去历史，嘛定期举办展览，正做茉莉卖菜文青市啊。那时候我们进来拿到这个空间的时候，其实一直很想要跟原本它作为传统市场的这样子一个场域去做一个对话。来到这里的民众，其实我们会透过常设展，还有一些我们的一些语音导览的系统，可以让他不是只有来这里拍拍照。这个展览有一个特色，就是爱和在地斗打。两位出展人李正道、詹希凯用1年的时间准备，拜访当地店头家，了解因的故事，传送当地人的感情。其实这1年来说，美其名我们是策展人，但是其实我们有很棒的一个在地资源的 support， 尤其新府在这边蹲点了这么久，其实有非常多的在地的，不管是耆老们，不管是在地的。资源或者是一些摊商，其实都是他们在这里耕耘非常非常久。当然，我们也希望说东汉市场跟新府市场跟其他传统市场这样子可以继续存在。看展览、啉咖啡，正做新府町文化市场和外界对话所在。主建筑后壁这间日本式的细间厝，捌是管理员的宿舍。即马改起做糕饼店，请少年仔来，嘛正做街路真水的风景。新竹东门市场设伫咧1900年，捌是台湾上大的市场，到即马已经过121年。1977年改起做地面3楼、地下1楼的大型市啊，是在地民众买生活用品的重要所在。不过随建筑物老化，连锁百货公司兴起来，互东门市场渐渐无啥人。
新竹的第一个手扶梯呢，就出现在东门市场。它早期见证过这里的繁盛，也曾随着它没落。不过现在这样的一个手扶梯呢，它更像是串联起新旧融合的一个空间。因为就在东门市场3层楼的位置，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工作室在此林立，而这些年轻人呢，大约都是在5年前进驻在此。透过他们的参与呢，也带给了这个地方新活力。行去楼顶会当看到无同款的东门市场，有一顶少年仔拍拼，互百年的老市场有新的模样。哦，请进。我给你串一下工作服。我们会先裁切一下，然后再来做焊接跟敲打纹路的部分。3点6平工作室，虽望占地无大，算是施一峰30岁创业基地。以设计专长出身，用金刚银枪教学，传送手工温度，服务老热的市场带来新发展。逛市场的人年纪就会相对是阿公阿嬷，那现在他就整个是变各种族群，然后各个年龄层他都愿意走进来这个地方。35岁霍平宏，高雄参女大学毕业，伊为着爱走天涯，和女朋友黄木婷去新竹生活。做半高一台脚踏车，世界袂点心。即摆伊伫咧百年市场创业，挑战完成梦想。渐渐的，会有一些可能大学生啊要毕业的，会来跟我聊一些他未来也不知道要干嘛。然后我通常的回应就是，30岁前嘛，你就去失败啊。对啊，因为我自己创业过程当中，我们经历过都是失败的过程，对啊，因为可能没有那么幸运爬起来，可是我觉得失败乃成功之母嘛，有失败经验就可以跟人家分享啊。虽望不是在地人，因拢是因为伫咧遮打拼，对东门市场有一份感情。2016年，新竹市政府和清华大学合作。改造老市场，用真价租金请少年仔来3楼做生意，开出来条件就是要让这个家变更热闹。你再晚一点来，或者就是这边就会坐满人，然后就要排队了。带咱来这看的，伊是活化东门市场的重要人物陈宏伟。伊苗栗人，读册拢伫咧新竹，对社区营造真有使命，捌伫咧这开工作室。你看，像前面那个杂货店的阿伯正在收店呢，然后其他店就摆出来，就是现在刚好是日夜交替的时候。而且菜市仔愈换就愈水，这真有少年仔的创意和活力。这些年轻人进来的话，他把东门市场整个带起来都蓬勃发展，所以说我很开心。早期的店都已经没落了，就因为这些年轻人进来，把这些店家一间一间都又开起来了。生意好做时阵，超过500个单位的东门市场，随社会形态慢慢失去。不过透过少年仔来这做生意，提供城市转型的机会。我提2个案例，可能大家或多或少有听过，或者是也感兴趣的。一个是很多人到英国伦敦的时候，他会去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叫做 Covent Garden 科芬园。可能很多人知道，它过去就是个市场。但他现在已经变成伦敦街头艺人、街头艺术家，还有非常多的艺文活动，它聚集的场所。另外一个蛮好的例子是纽约的 Chelsea Market， 切尔西市场，它现在也还是个市场，但它不会给你一个非常的混乱的感觉，取而代之的是，它会给你看到很多的当地的特产品、当地的手做的食物、手做的艺品。当这个市场保留了原有的生活，却结合了现在的新时代的创新的时候，它就有很多新一代的可能。不管是一杯手冲的咖啡，或者是一碗真有故乡味的卤肉饭，
老派和时行当伫咧改变传统市野，可以有新的模样。我们就希望能成为就是说大家互补、互相支援彼此这样。就是当一个人你能做的事有限，但是当一个团队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更多。我们可以去保留市场它的最原始、最令人喜爱的地方，比如说它很有人情味，比如说它很多元，比如说在这里面你可以接触到人的温度。这种元素不管是透过文化展览，或者是招少年仔创业，传统和创新当伫咧替大家大声市，把新的篇章写落来。